仙台南南西站暗到今仔日透早小数发生4届的地动，其中台南7届是大埔地动的地动尾。透过时转手买卖毒品，就是甲毒品带伫一个所在，才互买的人家己去找。高雄市找到200多支的大麻分弹。今年前11个月税收有3兆5千多亿，离达成率是差2000多亿。财政部表示，今年有可能会扣无到额。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拜六礼拜有冷气团要来啊，局部地区上寒可能是只剩10度，也若体感呢无定是干那7度尔尔。气象署是提示讲，这波大陆冷气团有可能会成做是入冬以来上介寒的一届。入冬以来上寒冷气团到位，拜六下晡会开始影响台湾。气象署提示，到时全台大降温，普遍气温伫14度至16度。礼拜拜一搁较冷，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天光温度可能无到10度，体感温度嘛敢若剩7度。然后要比较明显留意的就是在周六，就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其实在北部的气温就会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的一个趋势。好，到了周日的清晨，可能在北部的一个低温大概就会落到14度左右的情形。那下一个可能比较偏低的一个时间点的话，就是在周一的清晨哦。在周一清晨也可能会有一些辐射冷却效应的出现，气温可能会低到大概10度左右的情形。气象署指出，这波冷气团会维持3天，到后礼拜2冷气团才会减弱，温度才会豆豆回升。也若雨水的部分，拜五、拜六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雨势明显，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礼拜就会开始转做大冷的天气。最明显的降雨大概会是落在今明2天，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一直到宜兰地区，整体来说雨势是会持续比较久的。而且也要留意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而预估到了周日之后，整体的一个水汽是会逐渐的减少。另外，气象署也提示，拜六暗时到拜天光，北部宜兰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落雪或者是结冰的几率。提示民众若是想要去山顶看雪，要注意路况。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这高雄甲仙甲台南的南西呢，昨暗到今仔日透早是小数发生4届的地动。气象署表示讲，这甲仙的地动呢是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相挨造成。也若台南的这场地动呢，就是1月2日大埔地动的地动尾，所以提醒观众朋友都要加加注意啊。11暗时11点外，台南市南西区一间人家厝内底，外面内底原地平静的树熊熊害一个。了后就开始摇啊！高雄市甲仙11暗时10点49分开始，连续发生3届地动，上大规模4.7，上大震度4级。到12透早4点24分，台南市南西区嘛发生规模4个地动，上大震度伫台南是4级。这4届地动深度拢无到9公里，拢是极浅层的地动。南西民众年初才受到地动的影响。即嘛，搁拄着地动，也是真惊吓。地动惊啊，拢带咱避避窜呢。伫我伫南西菜市啊吼，地动一了，来到这里，地动我都惊死。在今天的凌晨4点多的时候，又发生一次地震，也是震央是在我们正南西区。这一次也是被震醒，换震央在南西，那个是上下摇，大家真的有一些老人。就已经睡不安稳，又被吓醒了。他们都说，真的脚都不自觉，就是要往外跑了。这样。中央气象署表示，甲仙地动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甲欧亚板块互相相吸造成的。那12透早南西的地动是属于年初大埔地动尾的属地内底。那第2起地震的话，因为它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们有对嘉义县市跟台南市发国安级警报。可以看到正央这个附近这个地方，它受到向北雨沫的那个力量，跟欧亚板块向东雨沫这个2股力量互相的拉扯，所以这个地方的地质条件是相当的复杂且脆弱的哦。气象署提醒，甲仙地动的地动中心，地质的条件较复杂、较脆弱，后续阁有应力的调整，也是有可能会发生规模较细的地动，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11月底基隆河铺油的事件，这检方呢，昨是去敲找这处理废油的众成公司，把这油罐车顶的车辆拢甲扣落来。姓油的负责人等5个人，也因为涉犯废气物清理法，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基隆的检方是去敲找这众成公司等的地点，甲这相关的车辆甲小铺等呢，拢甲扣落来。这个姓油的负责人甲司机员工拢总是7个人，伫咧讯问了后是有5个人升压，2个人交保。目前是有查到这众成公司呢，是为着要来省这成本，所以甲收来的废油放伫咧油罐车内底了后，就直直安尼撇入去基隆河内底。也毋过这公司到底敢是污染的凶手，要着等待比对的结果。来看这网络买卖毒品呢，定有一种号做洗转手的做法，就是讲，甲这毒品呢带伫一个所在，才互这个买毒的人呢家己起来找。这高雄市是来出动掠毒犬，拢总找到200多支的大麻分弹。一听到教官指令，掠毒犬扣拿就随世界片。高雄市刑警大队甲保三总队合作，在1月底带掠毒犬来到仁武一大公园要找毒品，一找到位扣拿2支脚就开始绕土，连面就找到药头藏伫咧土地毒品。规工落来，拢总找到200多支的大麻分弹。Yes, good boy. Yes, good. 搞呢？今年28岁姓陈的药头透过网络通讯软体，和食毒的人去下订单。等收到汇款了后，姓陈的药头就选一寡较偏僻的所在，甲毒品带落去涂骹，然后甲物件定规团伙药卡，互因家己去挖。警方表示，这是即阵正接用来买卖毒品的手路，叫做洗转手。药头药卡免见面，就会当买卖交过，减少去互警方查到的风险。这个药头说，因为毒品藏伤济大，家己也记袂清，所以才出动掠毒犬来斗3工。得知陈姓犯嫌在公园里面的多处埋藏毒品，本队随即申请宝山总队缉毒犬的支援，经由姓名可乐的缉毒犬的协助，我们在公园内查获多处以及挖掘到多处的大麻烟弹等毒品。一找到毒品就随大声飞，警方表示，掠毒犬会当闻到涂骹底3公尺深的气味，嫌犯甲毒品藏伫咧20公尺深的土地，对因来讲是小可代志。现在姓陈的嫌犯已经羁押禁见，认为买卖是2级毒品大麻，未来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甲1500万以下罚金。记者柯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再来关心的是，这专人仓库呢，伫台中大道的厂房，去年底是发生一场火灾，隆重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即马台中地检署呢，经过1冬的时间来调查，对专人甲2间包厢，还有14个人是照这过失致死甲治安法甲因公诉。去年12月发生大火的全联仓储厂区，案发后市府勒令停工，并且重罚。目前呢，仍在配合调查当中，尚未复工。这个重大公安事件是隆重造成9死8伤。满1周年进前，台中地检署11侦查终结，针对专联公司、城南厂商互益营造公司、台湾新联公司和14个主管、工程人员、包商照刑法过失致死、治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认定被告全联、互益、新联公司及失信被告共17人，分别涉犯刑法过失致人于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等罪嫌提起公诉。检方表示，讲去年12月19，专联大道的生鲜二厂伫施工期间，3间公司明明知影地下1楼塔大量较会烧起来的 PS 棒，顶悬楼层的管道，佮有直通的空棚，却无依法来申请动火许可，设置防火毯，造成施工的火车，互 PS 棒点到了后，炭甲真紧。内面台湾新联公司姓陈的现场负责人和姓陈的监工责任真重大，侦查中先后否认缓刑和解扣杀责任，恶性重大犯闹态度歹，检察法院中当量刑。专联公司声明表示，全力配合司法调查，嘛要承担商处理所来家属的权益。若经检调完成程序，依规可申请复工。下第三方公正专业机构进行包含了安全鉴定、改善方案等现场复查确认安全无虞后，时可复工。台中市督法局强调讲，目前工程同款是封锁保全证据，若是检方完成调查定数，业者申请复工，必须提出安全鉴定和改善方案，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的鉴定，确认安全无问题才会准。专联是表示讲，会持续强化承担管理和公安流程，避免这种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粪扫真正是袂使乌白，但前几工仔呢，才拄发生这中华的民众是甲上百支赖达等伫个粪扫车引起意外。当下这新竹市嘛有民众呢是甲行动电源等入去粪扫车内底，险啊，就互这台车飙去。环保局是表示讲，这电池类的落爱回收来处理，那当作是一般粪扫安尼凊彩弹，毋但是有可能引起爆炸，甚至会造成清洁队员受伤。清洁队收粪扫烧到一半，粪扫车后斗熊熊呛烟，驾驶赶紧停车，甲车顶粪扫全部拢倒出来，泉水降温。尾仔发现是有人甲行动电源当做一般粪扫，等入粪扫车差一点就发生意外。司机就赶快下来，把那车斗啊，整个弄起来，把垃圾赶快倒出来。倒出来看里面还有没有在冒烟啊？环保局指出，行动电源甲一般电池一定要确实做好回收分类。民众若是无按照规定，会互人依照废弃物清理法上班，罚1200块到6000块的罚款。罚钱是小看待，上惊是会造成爆炸，产生危险。会在垃圾的清运过程中，可能因为压缩，可能因为锂电池本身的损坏、放电，会造成清洁车的火灾的一个发生。民众如果未依照规定来做好分类的话，依照废清法是有罚则的，可以裁罚到1200到6000的罚款。因为没有做好确实的分类，这个电池呢，经过我们垃圾车的压缩之后，已经发生火警，造成清洁队员人身的安全以及车辆的安全。所以我们深切希望民众能够配合这个分类的确实工作。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伫处理用刷的电池，一定要注意先确认电池的种类，而且分开放，千万袂当乌白掺做伙。尤其是锂电池会因为接触到其他金属，就会烧拍电，增加危险性。呼吁民众要做好回收分类。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台湾对这2027年开始，就要全面禁止用油喷来饲猪。但这学校中道等到底是要安怎处理这油喷，也加做是新的挑战。有中华的高中生呢，是甲这学校中道无当过这个菜，甲整理好势，提供予社福团体，帮助弱势族群，互人会当食一顿饱。学校中昼休困时间，所有一群学生利用这个时间，详细的整理中昼顿的菜尾，有肉有菜，拢是准备要送予仁安基金会，提供有需要的寒暑享用。阮姓氏团队即马有6个人，逐工中昼，阮会去中人整理村的饭菜，然后提供给仁安基金会。参加这个计划了，我学到我袂使讨这食物，爱甲珍惜食物。根据产业全联会统计，台湾逐工校园中昼顿食剩的饭菜、单调的喷大概有500吨。台湾后年开始禁止用喷饲猪，互学校的喷变甲真好处理。中华有高中为7年前开始办省食计划，甲清气无食过菜尾提供予有需要的弱势民众，买当互要倒掉的饭菜有更较好的运用，减少讨债食物。咱这个计划已经执行已经7档啊，嘛希望愈来愈侪同学会当参与这个活动，送幸福予社会的人。仁安一直拢有提供餐食的服务，一礼拜差不多爱开几啊千块的菜钱，其实负担较大啦。这学校的剩食嘛，会使帮阮平安站减轻很多负担。仁安基金会表示，目前学校提供的爱心饭菜会当做2顿，提供予100个人食，毋来当减少学校中昼顿剩的量，嘛互社会弱势会当食一顿饱。学校嘛希望靠更较侪人做伙加入省食计划，培养珍惜食物、卖讨债观念。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家己的文化路夜市呢，是有头家来投诉，伊讲呢，因为甲隔壁这自治会会长的单位有这占位的纠纷，所以互人甲伊刁难。若是取消伊这自治会会籍，佮禁止伊来遮摆摊。也若自治会是强调讲，已经有请市政府来监界，这会籍嘛是因为对方无要配合，才合法甲伊解除的。为下晡4点半开始，家己市的文化路大道就开始有人出来摆摊啊。有的档仔位是摆伫店家头前，有的是伫空位来摆。档仔的所在甲大细拢有固定，毋过煞有档仔因为占位的问题来小告，甚至佮投诉去互摊贩自治会来欺负。起点原因就是我们摆在他旁边，那因为长期他就是一直侵犯过来，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位置越来越小，没有办法营业。那我们也跟他
提起诉讼。这会刊呢？嘿啊对。伊以前拢甲我排到遮，即摆甲我排，即摆我甲伊告了，即摆刑我到遮。投诉的党表示，隔壁党是主治会的会长，所以伫相过这段时间，主治会若无通知，就开除因的会籍，佮禁止因排党。主治会表示，开除的过程一切合法，嘛有新闻予市政府来比查。他呢，因为他是自己是自治会的会长的关系，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有加入会员，他就利用他是那个职权，然后来丧失我们的会员资格。请他就是收到文7日内就是要退回占用的面积跟通道这样子，1年多了，他就是还是没有做改善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是后面是开代表会，就是将他就是把他会员资格丧失这样子。投诉的党讲，因有较早的相片证明两名排党的范围，嘛有向国税局来申请营业登记的资料，希望主管的市政府会当介入监督，保证党的权益。市政府表示，党甲主治会两边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的阶段，无要表达任何看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行政院会通过这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适用的对象呢，对未生的翁仔某扩大到女性的同婚配偶，也佮有满18岁的独身女性。也毋过，这争议较大的借腹生囝呢，这部分其实并无处理，刷落这草案会送去立法院来审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有争议已经真久啊，行政院版本即嘛总算出来。行政院会10日通过修正草案，即个修法甲人工生殖下用的对象扩大到女同志配偶，甲满18岁孤身的女性。毋过代理孕保的部分，因为争议较大，确定分开处理。我们希望在维护人工生殖子女权益知悉权，并符合儿童最佳利益的情况之下，开放未婚女性及女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术。文化部表示，这个修法主要注重负责人生育的自由，甲儿童最佳利益。人工生殖下用的对象，为即马未生翁仔某，扩大到女性同婚的判例，甲满18岁孤身的女性，同婚资格部分爱合法登记，用其中一个子宫甲卵子来有身。满18岁孤身的女性，嘛用家己的卵子甲子宫来做人工生殖。本协会非常支持。这样可以让单身女性的结婚跟生育脱钩，也回应了想生育子女的女伴侣需求。另外，针对女同性婚姻的部分，修正草案要新增加巩固亲子关系，确保人工生殖的囡仔有相亲，唔免搁去法院认定，只要签受诉配偶同意书，亲子关系就成立，就算未来同性婚姻解除，亲子关系也是存在。另外嘛，扩大血缘知识权，或做人工生殖的人，第一开始就知影关键者的国籍、血型、皮肤的色水等等，也搁会当查敢是有重大遗传的疾病。也若有徛户口登记住伫台湾，有永久居留权无结婚的外国女性，嘛下用人工生殖法。记者综合报道。这份人工生殖法的修正草案的内底无讲到借腹生囝，这也互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伊批评这内阁呢，拢无咧要义民众的需求，呼吁行政院得要赶紧提出代理孕保的专法。也毋过卫福部是强调讲，这是牵涉到第三个人的健康权，得要分开来处理，而且社会也得先有共识。这个行政院通过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无纳入代理孕保相关规范，登记推杀代孕的民众党立委陈昭祖，不愿倒用台内阁，保重视有代孕需求的人民，对有子宫病变的女性，以及男同志判例无伫照顾，呼吁行政院要赶紧提出代理孕保专法。我希望卫福部跟行政院能够重新考量，尽快把你们认为的这个脱钩的版本专法提出来。目前代理孕保伫国际敢若部分国家也是地区合法，像讲美国加州代孕妇女有年龄限制，而且囡仔出世都有美国公民身份，会当委托律师依照代孕协议，替境外的父母得到合法监护权，甲囡仔带转去家国家，全部的费用差不多15万至25万美金。乌克兰的代孕妇女无认定是红婴的妈妈，由境外委托的父母登记做红婴的父母，再搁将囡仔带去家己国家。那英国是利他的性质，敢来当收必要的开销。代孕妇女是红婴出世的妈妈，6礼拜后才会当透过法院请令转移给境外委托的父母。利他也好，这个是商业性的行为也好，最终就是有钱人用钱，然后买没有钱家人的子宫来帮她怀孕。代孕这个市场一直都有，病人也有这个需求啦，因为她子宫是没办法怀孕的话，这是没办法这样。
那是病人其实很可怜，他还是会想要有自己小孩啊。卫生部长赵宗良是说明代理孕母脱稿的理由。代理孕母的部分，好，那因为这个还涉及到第三人的健康权、社会伦理各方面，那么仍然存在有歧见，好，所以在还没有这个很高的这个社会共识之前呢，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修法里面呢，那么脱钩处理。卫生部是讲，伫社会还未有真大的共识进前，伫这个修法先脱钩处理，后续会就这个议题持续做社会对话议事共识。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是落南去主持国防军团选立中心的启用典礼。针对着在违法的争议，伊是表示讲会找立营51个立委来听因的意见，讨论对策。透过逕付2读，没有公听会，也没有委员会审查，这种程序不正义的方式，通过许多法案。这段时间以来，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所通过的种种的法案，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国家财政永续，也伤害了人民公平的权利，也将使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应变各种措施。在这种严肃的状况之下，我当然要召集立法院民进党党团，大家共同讨论如何来因应这一个局势。赖清德是呼吁讲，这在野党呢，这其实国家是干那一个尔，希望因都爱知影。因为执政党其实上个要义的，就是国家的利益，所以希望立法院拿白多数呢，也着爱有同款的看法，共同来合作，安尼咱的国家才会进步，也才通得到人民的支持。咱来关心的是，今年头11个月，这税收呢是3兆5千多亿，这离达成率是还阁差2200多亿。财政部是表示讲，这是因为车市甲房市呢买气无好，所以影响到税收的表现。今年要达标可能是无遐尔简单啊，无定这是买5档来头一届扣无够额，这净差有可能是300亿到500亿。去年因为全国税收加扣5283亿。立法院3读通过全面普发现金1万块，不过今年可能会有改变。根据财政部公布，今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实际扣3兆5813亿，占规年预算的94.2%，要差2206亿。今年可能为加扣变作是减扣。货物税年减9.9%，以车辆类减少最多。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对等关税等变数影响。土增税年减24.1%，主要都是受到了房地交易量以及大额税款案件减少所影响。这几年全国的税收，109年减扣223亿，过当年110年开始加扣4327亿，而且是连续4年拢加扣。统计落来，平均每一年加扣超过4000亿。今年预估可能减扣300亿至500亿，这恐惊嘛是5年来头一届减扣。进一步分析，前11个月税收的情形，以营所税甲综合所得税的税收上济，年增拢超过200亿。不过，伫货物税甲土增税是年减超过100亿。统计目前实际扣的净额已经达到规年预算数的，包括遗产税、政务税甲印花税等等7项。好不容易我们有短增了。就代表说我们在税收的估计上呢，其实慢慢的走向正轨。然后我们看到今年短增的数字呢，它也其实只有1% 左右。那所以在估计上面啊，如果以后能够维持这种在1% 以内，那不管或是超增或是短增的话，我觉得都是很好的税收预估结果。学者指出，虽然今年可能出现税收减扣，不过为国际数字来看，并无因为减扣，致使政府就要借钱。另外，若是税收的数字持续呈现减扣或者是加扣，代表税收估计方式无够精准，都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的，就是这委内瑞拉反对派的领袖马查多，伊是无出面去领这诺贝尔和平奖，也毋过这阵仔呢，伊煞雄雄出现伫挪威首都，也就是奥斯陆。伊也承认讲，就是美国政府甲伊斗3工，伊才有法度去到挪威，而且伊也佫讲呢，未来一定会返去到伊的国家。
伫去到挪威首都奥斯陆了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行程正满。伫参访挪威议会时的记者会，伊坦白讲，确实是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才会当来到奥斯陆。I believe every country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themselves, and in our case, I believe that President Trump's actions have been decisive to reach the point where we are right now, in which the regime is weaker than ever.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座高风险的旅程，马查多是先换衫出海，坐小只渔船去到加勒比海古拉索岛，再搁坐私人飞机经过美国去到挪威。过程当中，伊避过10个军事检查站，伫海面拄到大风影。过程当中，都有人帮助联络美军，才会当避免伊的船只互人崩去。当伊伫加勒比海的时，空中还阁有2只美国海军 F-18战机，驶差不多40分钟。Of course I'm going back to Venezuela. The Venezuelan government would have disappeared me if they found me when I was in Venezuela. And I know exactly the risks I'm taking. 当伊骑出来到奥斯陆大饭店落台的时，下骹的民众拢欢喜咧喝酒，伊用双手甲家己揽的，也搁远远甲大家斟一个。群众情绪激动，一直喊勇敢甲自由，也唱出委内瑞拉的国歌。马查多伫2024年指控马杜罗政权大选作票受到威胁迫害，大选了后，伊拢无通出来见人。就连诺贝尔和平奖伫10月公布名单的时，伊也毋捌出来。毋过针对马查多偷偷出境，委内瑞拉有人批评，有人讹乐。Por varios años y es una persona muy luchadora y para nosotros es el ícono de libertad en este momento. La oposición venezolana, los que llaman una intervención militar. No están acá en Venezuela, sus familias no están acá en Venezuela y no les importa qué es lo que suceda. 马查多出现伫挪威了后，伫委内瑞拉引起无共款的反应。伫伊宣誓一定会返去厝的时，这场高风险的旅程到底会真做是反对派团结的机会，也是互委内瑞拉政治规矩更较复杂，外界拢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美国甲委内瑞拉之间的因的关系，其实是不离啊紧张的，甚至就伫这附近的波多黎各，正也开始有美军扩大来进驻。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讲，真紧的就针对这委内瑞拉运动来展开陆上的行动。另外，美国顶一道才搁靠人的油船尔，这回又搁有新的制裁啊，对象就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夫人甲伊的3个孙仔，也搁有另外6架油船。几落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直升机加海华防卫队直升机，10日一直出入波多黎各南部庞塞一个机场。这个所在甲委内瑞拉只敢若隔着加勒比海，美军愈来愈多，也代表美国甲委内瑞拉的关系。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想要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落台。川普10日也甲记者讲，美国伫咧加勒比海炸渡船行动，正紧就会延伸到陆地。If you look at the drug traffic by sea is down 92%, and nobody can figure out who the 8% is because I have no idea. Anybody getting involved in that right now is not doing well, and we'll start that on land too. It's going to be starting on land pretty soon. 美国动作这么多，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谴责美军吹袭伫咧海上扣下委内瑞拉油轮的行动。伊批评美军甚至唔是伫咧委内瑞拉外海，而是伫这边建立大西洋时阵绑架油轮。Absolutamente criminal e ilegal cuando procedieron a un asalto militar, secuestro y robo como piratas del Caribe a una nave mercantil, comercial, civil, privada, una nave de paz. 对此，北京的发言人李威特公开证实，讲这是美国司法部批准授权的行动。要拿船顶的原油，美国会用正式的法律程序扣下。怎么本来要出港的至少600万桶委内瑞拉原油拢划停。And we're not going to stand by and watch sanctioned vessels sail the seas with black market oil, the proceeds of which will fuel narco-terrorism of rogue and illegitimate regimes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范围一直扩大。10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甲委内瑞拉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甲伊3个孙仔总共4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另外，美国也会制裁6台伫最近捌运送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路透社报道。因出会的国家也包括中国。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辑。
再来看这墨西哥国会呢是来通过一个法案，对2020年开始呢，要针对着无甲墨西哥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拢要甲扣5%到50%的关税。咱台湾嘛符合这相关的条件。也毋过专家是分析讲，台湾呢对于墨西哥这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电子类的，这电子类是受到 ITA 资讯科技协定的保护。全球经贸变局各有风波，墨西哥国会伫当地时间7日通过法案，宣布为2026年开始，对无甲墨西哥签贸易协定的亚洲国家，研究要扣5%至50%不等的关税，内容包含汽车、钢铁、纺织等1400多项商品。根据这个条件，咱台湾嘛也未甲墨西哥签。其实台湾对墨西哥的双贸易，目前是台湾是一个顺差的状况，就是说我们近几年来对于墨西哥呢是产生了大概有300多亿的一个出口量。那出口量的部分包含着所谓的 PCB 啦、载板啦、车用模组啦、零组件，这些是一个大宗。根据经济部的数据，2024年台湾的总值是108亿美金，台湾出口去墨西哥79亿，墨西哥对台湾出口29亿。2025年总额是242亿美金，台湾出口211亿，进口31亿，整体表现是贸易顺差。根据统计，台湾主要出口显示卡、GPU 处理器、控制器、印刷电路、面板、路由器等，尤其板卡厂互人点名，可能大型有影响。等于是台湾的离岸外包，这一波事实上针对钢铁、塑胶等传统产业。另外一块重点是我们全球有所谓的资通讯协定。专家分析，墨西哥主要是要联合美国的关税政策，防止中国泄露生产地。台湾出口上济的商品拢有受到 ITA 的保护，伊个影响是会使控制。经济部表示，关税措施最后施行的项目甲法案的内容还未正式公布，会持续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云林的警方有接到报案，讲有真侪人的互假投资诈骗，这财损已经超过1000万。经过调查，是拢总掠到12个嫌犯，这当中呢有9个人是互法院甲裁定羁押。其实根据了解呢，这个诈欺的这个集团是为着要确认车手的身份，佮特别以100块金票的这个号码来做辨认身份的方式。警方伫旅馆内面掠到主嫌犯姓赵的通缉犯，因为伊长期拢住伫旅馆，用假投资的方式进行诈骗。敢若今年10月、11月2个月，诈骗金额就超过1000万，派车手去提钱，也佫用抓钱顶头的号码做暗号。他们1、2线的那个面交车手的部分，因为跟收水手不熟，所以他们会用一张100元钞票，然后先拍照，以钞票的编号当通关密语。确认身份之后，再交那个诈骗的所得的部分。警方讲，这个诈骗集团正谨慎，经过警方积极自北中南港部进行查缉行动，成功掠到集团幕后的控制主嫌犯，总共掠到12个嫌犯，其中9个人互法院裁定羁押，查扣不法所得265万，5台作案的车。这波打诈专案总共破获47团283人，具体逮捕178人。扣得多，断其经脉，查扣涉案车辆31辆，诈欺不法所得现金2340万余元。4月份成立了云林打诈队那我们不断的到20乡镇去做所有的这个试诈防诈的这个宣导让我们所有乡亲了解现在诈骗的手法。警方讲，云林县114年到嘛查到诈骗集团166团，逮捕970个人，比去年增加89团，506人。面对着愈来愈严重的诈欺犯罪，会继续追查，也希望民众要注意，嘛诈骗的手法愈来愈多种，拄到可疑的信息，要加问人，唔通互人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基隆河的污染事件，伫咧基隆甲石子呢，拢总是超过10几万户拢有受到影响。基隆的检方是掠到这涉嫌倒排废油的，就是一间号做众诚的公司，甲这负责人甲员工等等7个人上班，其中5个人是互人申请羁押，也那2个员工是交保。基隆地方法院今仔日早起也来开羁押庭。基隆河出现污染，造成基隆的自来水有油味，基隆实质超过15万户受影响。代志经过2礼拜，即马总算掠到嫌犯。基隆检方大动作追查，发现涉嫌偷排废油、污染水源的是一间合作中诚的公司。
拜四暗，公司负责人甲员工顶7个人防送法办，5个人防申请羁押，2个员工交保。基隆地方法院拜5早起9点半也召开羁押庭，基隆市长呼吁抓到凶手一定要重罚。未来一定会投入更大的资源、心力、机制跟跨部会的合作，来去杜绝任何可能的行为，并且也愿意祭出检举、吹哨的相关的奖金，目的就是要维护基隆河川跟饮水品质的安全。另外，伫这个拜二，基隆也发生严重的车祸。一旦看到黑色的轿车速度真紧，去弄到人了后，搁弄向停伫边仔的车辆，其中有一个73岁但要倒粪扫的乌子送病院急救，2天后不幸过往。警方表示，有验出赛车的人有毒品的反应，目前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条例、加工强危险罪去侦办。警察同仁到达现场处理案件的时候，在嫌犯的车辆上面发现毒品，立即予以逮捕。那也现场实施毒品快筛，发现它呈阳性反应据以侦办移送地检署，并建请地检署声押。在12月10号的23时左右法院裁定羁押，让嫌犯暂时隔离社会。基隆警方表示，因会加强处理，强化追查食毒了后开车行为，嘛追查毒品的来源，也呼吁民众若是发现可疑的车辆甲事件，就要随向警方检举。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基隆报道。来看这第16线南投水里乡到信义乡这段呢，过去是因为这山壁真惊，而且土质又搁真烂，所以大概若风台也是讲大雨，就发生水崩山的灾情。这当地争取改善道路已经要10天的时间啊。即这交通部长陈世凯伫会勘了后呢，总算答应要开25亿，分阶段来改善，预计2027年就会开始动工。波摊方的那个路线就是我们现在要报告的台16线。第16线是南投县水里通向信义上龙部落的重要道路，不过山壁无稳，路线弯弯弯弯，造成雨水期时定定会崩山，无法度通行。立委要求交通部公路局地方政府前往会勘。钱不够但是我们就慢慢挪，想办法把这条大家需要的道路把它做起来以上跟委员们报告也跟乡亲们报告。25亿的这个就是拓宽建设纳入了省道改善计划，还要实际上还在1.5亿又带这个礼物，还边坡改善完之后，后面就规划要来动工。第16线拓宽讨论几年，一直卡伫预算甲工程基定无明确。即马交通部毋若承诺会开25亿分段改善，也同意投入1.5亿加强山壁保护。交通部长陈世凯强调，第16线拓宽打算对2017年6月动工，分作3阶段施工，也建议提供替代道路，避免工程期间影响居民通行。我们台16线19K 到25K。6K 里面的3K 比较破碎以及比较道路需要改善的地方。南投县政府表示，第16线19公里到25公里，几若位路基老化、高压损害，越道会互大型车真歹小闪车。这届伫立委的协调下，交通部也答应，按算来明年雨水期进前，就会先完成山壁改善的工程，降低落石甲崩起风险。记者陈平仪南投报道。国民党团推动反年改这修法呢，是引起真大的讨论。经民联是警示讲，若准这反年改法案三读通过，安尼政府呢有需要扩大来拨补。算起来，这全体国民呢平均一个人是要负担29900块。那边也强调讲，毋是反对年金的改革，但倒是认为讲，这个改革是改过头啊。天检公告年金的相关法案引起调查攻防，立法院长韩国瑜则已调入调查协商，那被强调毋是反年改，是抬过头爱小停的。民进党是呼吁国民党毋通因为巴结退休公告族群破坏国家制度，甲要协商无共识。韩国瑜才是送到议会进行处理，这个案一定上紧12日下晡通关三读。伤害的就是现职的公教人员，因为年金的基金提早破产。那么对现职的公务人员是不公平的。国众两党积极营营，要讨好他们自己退休的公教族群。那这种巩固自己支持者来反对现在政府推动或过去以来持续推动的年金改革，无疑的是一大倒退。
明年事件反而改法案，甲现役公告人员害甲真惨，增加世代差距，使现役公告人员面对无退休金通领这个悲惨困境。若是反而改法案三读通过，为了维持原先无破产这个目标，政府爱扩大半步，换算落来全体个人平均每一人爱负担29900块。如果没有民进党2017年的粗暴式的年金改革、乱砍式的年金改革、污名化的年金改革，今天不用在野党出来拨乱反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讨好，是你执政党施政无能、执政不力，在野党要来修补错误跟漏洞。专署部表示，退伍基金的问题是无足额提拨，准讲无即个修法，基金也有可能会伫民国138年破产。若是修法提早停止调降，估算大概会提早3-4年，这是真严肃的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这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是提出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这嘛是引起真大的争议。今仔日有上百个国会助理呢，是去到立法院来表达因的心声。这工会落尾也甲陈玉珍协商，有达成3点的共识。原来陈玉珍是承诺讲会以修正动机的方式来整合助理工会提出来的修法版本。维持工会制度，保障助理工作权。牛报条抗议，未甲百位国会助理伫立法院大门抗议，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所提的助理费由立委统筹运用，要求助理费除罪化等修法，要求贴案补偿金的权益。助理的要求很简单，是希望维持现有的工作权利，维持现有的公费助理制度。好的事情，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先骂助理，然后来收割。民众党团副总调张启凯也来到现场声援，不过伊并无参加贴案联署，和助理因正不满。另陈玉珍也来到现场，讲贴案过程无够周严，不过有一寡助理无接受。民进党在执政立法院多数的这8年，也完全没有去修任何助理的这个权益。那今天我在提案的过程中，我承认也许是不够周延各个委员也没有仔细的。要让助理工会代表甲陈玉珍协商，立法院长韩国瑜也来现场关心，不过助理因提联署书请伊签名时阵，韩国瑜伊并无接受。没关系，这个没关系了这个已经正式出来的。来，我们请理事长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会后双方达成3点共识，包括工会助理薪水也个年终奖金几乎无少，按照现有的工会助理制度，加速推展相关法制化工作。一个陈玉珍用修正动议方式整合助理工会所提出的修法版本，也是国民党决定的无贴案方向。国会殿堂是一个最民主的一个地方，各种声音都应该予以尊重。查水表的事情是千万不能做的事情。因为这边有跨党派超过300位助理联署被贴案，但讲国民党总调卜君奇怎么伫咧追查，有多一寡南洋立委的助理有去签，不过卜君奇否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外送员团体呢，是出面来抗议，因讲这专法当中对贴单，这贴单也就是讲这汇款的做一届来送的这个状况，讲的甲实际是有争差的。因是认为讲这专法呢并无禁止贴单，所以无应该借这个理由来压人的绩效。咱来业者是回应讲，这调解协商应该在检视所有的条文，评估有可能造成的影响，才能建立这公平的制度。专法三读，杜绝剥削。大声发口号，呼吁立法院赶紧三读通过外送员专法，莫互平台剥削外送员的劳权。几个外送员的团体透早去立法院外口抗议，强调 Uber 执行长访问台湾，针对专法内底塔单的情形，内底讲法甲实际上有争差，认为专法并无禁止塔单，无应该用这个理由压低因接单的绩效。50块以下的订单非常多。平台为了阻挡专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欺骗社会大众。外送专法三读通过，保障外送这个产业。因为顺路，所以你少抽趴吗？对消费者，你对餐厅，你该收的费用都收，可是最后牺牲的是外送员。这个逻辑，我不晓得他怎么去解释这个逻辑啊。所谓塔单是咧讲外送员若是有需要，会当伫一间餐厅自家甲几个消费者提饭包，或是替共一个消费者去2个餐厅提饭订单，无外送专法内底，每一条订单明确定义做一个领饭包的地点，甲一个送到位的地点。不过外送员的团体认为讲，若是一抓路送几个所在，袂当干那以一件订单来算，劳团嘛做伙来赞声。
工会它有一定的代表权跟协商能力的时候，其实平台应该也要来跟工会谈啊，好像要让消费者觉得说，这样涨价是不好的，但是其实这样也是变相的在压迫这个外送员。针对这点 ，Uber Eats 回应讲，调业协商应该检视相关的条文，评估可能对产业运作造成的影响，兼顾外送员合理的保障，甲产业的发展，才会当建立公平落实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让这交通的资讯会当互相来交流，铁道局呢是来设一个智慧平台，结合着5G 甲大数据的传输的服务呢，会当即时来掌握着这铁道营运的资讯。目前这桃园集运公司呢已经加纳入系统啊，那台铁甲北捷呢，也有林铁，也有部分资料拢已经传起哩，会当及时来监控。今天总共我们有100个工班要在现场做工作，好，那么这100个里面呢，有39个是属于所谓的临轨高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施工。透过铁道智慧中心的铁道智慧分编台，即时监控铁路工程的施工状况。试办过监控系统了后，施工的意外有下降的趋势。铁道局推动5G 智慧铁道计划，建立铁道智慧中心，12正式启用。透过统一的资料计设、通信协定等等的机制，让每一种铁路拢会使运作，支援营运监控甲维修管理。遭遇到这个天灾上面的一个异常情况，那么我们透过铁道云的云平台呢，就能够及时掌握单一系统它的营运状况。好，那哪个地方的这个车站需要做所谓的联防跟疏运？好，那我们可以同步来去透过铁道局去协调其他的友军单位。目前桃园捷运专线58项的铁道资讯已经完整加入系统，台铁甲北捷部分车站的监视器嘛拢会传起哩。未来国内9间铁道系统的资讯拢会整合到平台，对行车到即时状况，也有维修的资讯，拢会使看甲一清二楚。对源头来把关，希望讲会使增加系统的稳定度。预防式的维修管理可以防范于未然，然后让整个系统的效率跟服务都维持一个高的这个品质。学者分析加入 AI 大数据了后，发展出新的铁道管理的模式，希望会使提升铁路管理的品质。未来这项技术嘛会使正做建本，输出到其他所在，嘛互铁路产业发展出更较侪可能。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看过这 AI 的机器人呢，是做真侪代志。但这台中航空科技大学呢，嘛互真人甲 AI 来比拼做料理。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这 AI 导致呢，虽然讲会当真紧地做出这料理，也毋过这当中这食食的文化甲互动的服务，现阶段也是无通取代的。摕到中餐以及刀子正照的同学鼎啦，甲真熟手。毋过另外一边。AI 智能刀子嘛伫机器内咧料理，主角旁讲 ，AI 这波应拍日餐饮业，航空科技大学举办真人甲 AI 刀子比赛客家炒肉，蒙测结果7比0 AI 险胜。食材吃起来口感，我觉得豆干是很好吃的，很嫩的。AI 的话是辣度比较重，但咸味比较少一点。所以我是偏向比较重口味啦，所以我是投人工的。台湾理属餐饮业长期欠工，根据劳动部截至2015顶半年上新的欠工统计，饭店甲餐饮业以4.4%一欠率连连冠军。政府表示，上近为2026开始有条件开放外籍技术人力的引进，协助房务、清洁、柜台甲餐饮等工课，贸业者期待科技弥补人力的不足。AI 智能刀子会当全自动调配食材甲酒料，会当做2500项标准化的料理。那可能会变成是一平匙，或者是半匙，或者是满匙，因为每个师傅炒菜手法会不一样。但是 AI 自动化的机械呢，炒出来的口味，它所投放的酱料是完全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餐饮业的时候，比较这种所谓的比较具有温度的这种服务的时候，是机器是没办法替代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料理手法上的话，可能暂时目前机器可能还没办法替代到这个区域。不过学者认为 ，AI 可能会当解决部分餐饮人力的问题，不过无法度传达饮食背后的文化意义。参数背后的配方也是为人类的创意来的，机器无法度根据现场临时调整，真人刀子的价值现阶段也未去互取代。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屏东九如乡呢是发生一件蛇的意外，这是一个少年人，因某家己饲的这个蛇呢，出门去咧买物件，毋过煞伫咧路边熊，互即只蛇甲甜颔棍仔，人一个无细力全跋倒着伤。这消防人员到位的时，嘛随甲即只大蛇甲掠起来。救护车赶到现场，有民众通报，一名查甫人互蛇甜伫颔棍仔，因为喘无气跋倒去弄着头。代志发生伫12日下晡4点外，屏东九如乡的东兴路，连消防人员嘛出动到现场斗掠蛇。厝边表示，这名少年仔定定带蛇出来散步，想袂到煞发生意外。他从这样往后退，撞到那个后脑，好大力哦！而且那个蛇一直勒在他的脖子上，还有隔壁的那个鸡蛋糕。他去把他的那个蛇的尾巴把它拉开，对啊，因为他倒下去的时候，真的满脸都是红色，讲也讲不听啊，他就是要痒，然后就被咬过2次，一次被咬到大腿。我是不会怕，但是我弟弟跟我弟媳他们都很怕。画面看到，迄当时这名姓林的查甫人，甲一尾猛蛇摸伫颔棍仔，要到附近买物件，结果蛇一时失去控制，发生意外。好佳在伊人受伤无介严重，下暗就返去厝休困。伊的亲情拢无赞成甲蛇饲伫厝内，但是姓林的查甫人足爱蛇，嘛饲4、5只。9月时特别因为互别只蛇夹着手，才去换这只大猛蛇回来。没有那么精致，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像猫狗在会认识的饲主一样，或是饲主有进来的时候，那个蟒蛇就有动作想要抬头，然后看一下饲主。事实上，那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可能被制约。专家讲，足侪人会饲这种大尾溜做宠物，但是伊大只会生到4、5公尺，遮尔长，需要有空间，而且蛇认主人的行为无遮尔好，所以提醒民众饲蛇嘛是爱足小心。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基台啦啦队养成实景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 这是全球头一个。这礼拜6就要来放送，这是对300个参赛者内底要竞10个出来。这个人呢，全部拢是毋捌学过啦啦队的菜鸟啊。这回是哪学台语，哪学跳舞，做伙来看因的表现。10位啦啦队的菜鸟啊，凭家己的狂打，有人无啥物会晓跳舞，到变做棒球啦啦队的成员，一步一步接近梦想。自细汉我就无学过跳舞，我拢是家己学的，所以较对袂着迄逐个其他人，所以家己较拍拼。这是台基台新节目《菜鸟啊 Nice Play》，就亲像韩国练习新共款，参加节目自头开始学，爱学2项物件，第一就是跳舞，第2就是台语，咸酸苦涩讲袂了。无啦，我台语足烂的，你看节目你就知，就看到学业有写讲钱食饭免钱嘛，有所在通达。有人参加是因为名册网，有人来参加是因为录节目有包食佮包大，佮省钱。尾仔成军的这10位真无简单，因是对300位的参赛者中过通关选出来的。10位内面也有1位唯一的男性。我自细汉就是向阿嬷讲台语，高雄人嘛，而且阿嬷拢就想要看到我伫电视顶悬表演，因为我以前是球员，参加这个节目会当互阿嬷看到。这支啦啦队毋是干那运导游尔，是真正有2部7啦。节目也特别聘请3位啦啦队的前辈来做导师，有韩国啦啦队的蓝敏晶、乐天桃园的小晴和中信兄弟的诗诗来传授撇步，有教 pose 的要真心话话。因全部拢进步足多的呢，顶届看起来若像因咧考试，今仔因台人看起来拢安尼足闪亮亮的安尼。全世界头一支台基啦啦队成军养成的规个过程也录做节目，公司台基台菜鸟啊 Nice Play， 伫即个拜6暗时就要播出，因来邀请大家到阵来替即寡菜鸟啊加油。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接落来下半晡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这2天，因为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其他的所在早起暗时嘛会较凉。中南部伫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明仔暗开始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中部以北甲东北部气温会下降。
好，真多谢唐啊报气象。以上就是这些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